农粮署和学术界合作，收集科学数据，要来煮饭，让学生囡仔这中昼顿拢有品质稳定、袂悬价粒的饭挺好食。这时代伫咧进步，农业部除了利用科学方式来煮饭以外呢，佮利用科技推动食农教育，解决学校内面菜园啊休困无人压水的问题。 饭要好食，煮食的时有撇步，甲餐汤内的饭拌好送是真重要。农业部农粮署现主是参学者合作，以科学化的方式建立传承业者煮米的标准流程。超过1000人的这样的学校，354所，我们来全面来进行调查，同时也到现场去辅导。之后把科学数据收回来之后啊，来用科学的方法，怎么样来烹煮出好的这个米饭。 饭底到饭汤内底爱先确认温度，而且送到教室的时，内部温度也要维持60度才正确。另外，学者发现业者定有机器设定无正确的问题。第一个，你进来的蒸汽量够不够；第二个就是蒸箱本身的密合性好不好。你蒸汽量够，可是大部分的蒸汽都是跑掉，那就没有意义。学者讲，台湾人食米的量，平40年前已经减一半，改用科学的方法煮饭，望学生囡仔自细汉介意食台湾米。 科学会使到煮饭，农业部也利用科技来推动食农教育。比如说，我们只要按这个按钮，它就可以马上加水。亲像台北市北投的青江国小，就参桃园农改场合作，以科技解决校内食农教育定拄着的困难。你无可能讲做叫老师讲做老师，你种这田吼，你拜六你爱来压水吼，你暑假迄当阵你嘛爱来照顾。 餐汤内底的菜脯卵有男老师学生种的白菜头，农业部推动食农教育，望培养囡仔正确的食食概念。目前这套系统已经伫16间学校试验完成，估计年底进前通推广到39间学校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